咱听到就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上新的回应。另外，这方面同款是上新的现场，继续要来关心高铁延长到东部上新的规划报告嘛已经出来，为南港到宜兰50公里的路途，那上高铁头尾敢若13分钟就会当到位，爱开955亿，比过去地铁南港到头城的计划加开300亿。专家嘛无共的看法，一人讲一样，无人讲亲像。详细情形，连续记者洪泽莹来查来了解。泽莹。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高铁东延有了新的进展，高铁延伸到宜兰初步可行性规划报告出炉，预估可以从南港开通高铁到宜兰，这样子大概50公里的路程哦，只需要短短13分钟就可以到达。那根据报告也规划了尖峰时间啊，每个小时可以发车12到15班的列车，预计就是可以运载1.4到1.8万的乘客。不过这个南港到宜兰计划的经费评估需要955亿元。而过去交通部也有直铁方案，南港到头城经费约600亿元上下。其实这个开发需要经过翡翠水库的集水区，下面听一段稍早访问。觉得应该要看整个评估的报告的内容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这个强调的是评估的方法跟评估的指标。那当然，这个北宜的不管是直铁或者是高铁，它的需求性是有的啊，但是它对于环境的冲击，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评估。因为我们这2条路线呢，基本上不管是直铁跟高铁，都会经过翡翠水库的周遭的地区。那水资源的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。另外呢，地质的脆弱哈，它要经过断层区。所以在工程的难易度里面也要仔细的来做评估。然后呢，我们到了宜兰站之后，宜兰站怎么样来转乘我们的东部的铁路，这个也是在营运上面必须要把可行性详细的去做评估。认为这个方案需要经过完整的评估，因为开发翡翠水库的集水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偏大，而且当地是算是断层的地形，也可能会造成工程上的困难。专家也建议需要这个开发这个高铁的经费是比直铁还要多的，那也要去评估是不是这个经费变多，效益也能跟着增加。那交通部呢也还在研议当中，未来整个评估出来后才能真正拍板定案。以上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，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妹主播。